我哋覺得即係無論係讀書咧，定係你嘅興趣，可能運動啊、音樂或者藝術方面，都要不怕失敗同埋堅持不懈。Hello，大家好，我係聖保羅男女嘅 AJ， 我係嚟自喇沙算嘅 Anson， 我係嚟自保良局土樂體中學嘅新年。我自己覺得係一年班嘅生活都相對輕鬆啦，咁因為中大年級嘅課程就冇咁多啦。咁我哋平時都係1至5都係每日有1至2堂到啊。咁可能朝頭早上完堂一齊食個飯，晏晝再上下啲 practical 啊 tutorial 之後就空閒嘅時間啦。咁所以都俾咗好大嘅空間俾我哋去玩，都可以自己安排時間去溫書咁樣。咁一到放假咁，其實我哋都會好中意去旅行。我哋喺中大讀書之外咧，我都平時咧會同我細組一齊玩。咁細組咧就係中大嘅醫科咧，就會將20個同學左右咧就分別歸類為唔同嘅細組。咁我同我啲同學咧都會一齊去踩單車啊，一齊去旅行啊咁樣。咁喺空閒嘅時間咧，我都會自己去拍片擺喺我 YouTube channel。因為我覺得咧喺醫科入邊咧，咁就除咗要背文字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圖片要記啊，譬如一啲細胞圖啊、人體結構圖啊。咁所以我近排我就轉變咗我溫書嘅策略咧，就係從背文字咧，去用一啲圖像嘅形式咧，去記啲細字入腦。咁我覺得呢個就比較有用啦。咁我喺中學多數都係自己溫書啦，咁可能有問題都係問翻即係網上去問啦，或者係可能 WhatsApp 問啲同學問老師啊。但係到大學，因為我哋都會成日一齊約去圖書館度溫書啦。咁好多時候我覺得一個新嘅策略就係，即係如果你有唔明或者你想考下你嘅 friend，你都可以即時去問下對方。咁其實即係大家喺溫書之餘，一路傾偈，一路討論嗰啲唔同嘅課題，咁其實都更加有助你去鞏固知識。咁中學嘅時候咧，我哋多數都係譬如話睇教科書啦，或者睇一啲補習嘅筆記咁樣啦。咁但係大學咧，因為我哋就係要靠一啲PowerPoint slides 咁樣去到讀書啦。咁好多時候咧 PowerPoint slides 咧就會比較簡略嘅。咁所以我哋就會譬如話，我就會用 AI 啦去到將一啲 slide 入邊嘅內容咧，叫佢詳細啲解釋俾我聽啦，或者去到講一啲額外嘅知識咁樣。等我去到學一個概念嘅時候咧，可以學得更加好。如果你真係想要好透徹咁樣去了解成個課題嘅，我就建議去 YouTube 嗰度咧去揾一啲關於醫科嘅一啲頻道啦。咁好多都係以動畫形式去表達出嚟嘅，咁所以就好簡單去吸收。咁就算你話我好似冇乜時間去睇咁多 YouTube 片喎，咁其實而家坊間都有好多 AI 嘅一啲網站咧，係可以幫你 upload 完 YouTube 片嘅嗰條 link 咧，然之後 generate 一啲 summary 出嚟俾你去睇嘅。咁所以你就可以好快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就睇到好多網上嘅資源。有好多唔同嘅師兄師姐咧，佢哋都會整一啲 notes 就擺喺啲 drive 入邊，跟住咧就分享俾我哋師弟師妹咧去到用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可以唔需要花好多時間去到睇教科書或者睇一啲好多文字嘅嘢，而係咧可以有一啲最 concise 最精確嘅筆記，咁就可以既有效又可以好好咁樣去到預備我哋考試咁樣咯。如果係即係多時間嘅話，其實可以去學校啲 e-library，即係網上借翻啲教科書，咁就可以令你更加去透徹咁理解內容啦。但係呢個就係課，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個課題或者想更加知多啲，咁就可以去做。我哋覺得即係無論係讀書咧，定係你嘅興趣，可能運動啊、音樂或者藝術方面，都要不怕失敗同埋堅持不懈。不怕失敗就係譬如你學習嘅時候咧，點都會有啲人可能俾一啲好 harsh 嘅一啲評價啦。咁但係你就唔好因為佢哋對你嘅評價而卻步啊，反而咧係要堅持不懈咁樣繼續朝住自己嘅理想前進。